澳門大學橫琴校園預計3年之內落成，但係氹仔嘅現有校址仍然有新工程進行。有議員認為情況反映當局嘅教育規範缺乏前瞻性，造成重複建設。陳永輝報導。正當澳大橫琴校園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依家澳大校園同樣有工程進行緊。有澳大學生話唔知道校方點解會開展工程，真係就唔知佢起嚟做乜咯，就會唔會話有啲浪費嘅感覺咯，浪費財政啊方面嘅問題咯。即係等同學了解下自己學校發生咗咩事，即係咁樣可能會好啲。議員陳偉智話：情況反映咗政府喺大學教育規劃上缺乏前瞻性。據佢了解，興建中嘅教學大樓係喺當初橫琴新校區計劃未出台前敲定㗎，亦都一早完成招標。但係橫琴方面嗰個校園建設亦都係已經係國家決定咗由澳門特區去到進行。咁樣2012年回歸嘅時候，聽講就要去交付嚟到使用嘅。咁呢種情況，我哋係明白澳大方面出現咗呢個困境，而呢個困境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喺做任何決定之前，佢冇一個長遠性嘅一個計劃，同埋一個宏觀嘅一個點樣嘅規模點樣去發展你只係建一樣嘢做一樣嘢嘅時候，咁好容易就出現咗重複建設咁嘅情況。陳偉智話：澳大搬到去橫琴之後，當局要考慮點樣持續有效運用澳大現有校址。陳偉智又認為政府近年用公帑用得非常之寬鬆，佢希望當局盡快推出財政儲備制度，令到社會嘅長遠發展更加穩健同埋有保障。至於澳大方面就暫時未有回應。